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俗语咧讲，桌顶食饭，桌骹放屎，这个意思就是稳中求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桌，桌爱桌，读桌学桌，第4条读做桌。桌会当讲是用来放物件、读册或者是食饭的家具，咱讲是桌顶。另外，桌啊、甲椅啊，叫做椅桌，用来服侍神明甲祖先的桌啊，叫做神桌，嘛人讲是红架桌。若是和八仙桌做伙讲，就是顶个桌。请总铺师来主食或者是设宴，咱讲是办桌。另外，有的人生气开袂着桌来挡桌顶或者是挡椅啊，咱讲是挡椅挡桌。另外，甲桌啊并调，咱讲是并桌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开桌有两个意思，会当讲是办桌请人客，嘛会当讲是食桌的时间已经开始。第二个词读做壁桌，这个意思是请人客时，来的人客比按算的搁较济，位阵啊变做无够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带新娘办桌请人客，就算开桌会小较凉一寡，也毋过也是烦恼有的人本地讲无要来，强煞赶来，安尼无大紧，搁带人来，到时就逼到场面就歹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桌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